Hi Weibo，歡迎大家嚟到 Zebra Yoga Healing 嘅 channel。今日我哋將會進行斷捨離冥想嘅第一部分。呢一個冥想可以讓我哋切斷、終止或者係放低嗰啲你唔再需要，甚至乎可以形容為有毒嘅人際關係。意思唔係叫你即刻同嗰個人絕交，而係喺靈魂層面上進行切斷。呢一個冥想可以幫你整理你嘅內在，為你嘅潛意識進行清理。如果你準備好嘅話，而家可以選擇一個你舒服嘅姿勢。如果你係坐喺度嘅話，腰椎盡量挺直，然後可以慢慢眯埋雙眼，俾自己3個深呼吸。從而家開始，請容許你放低所有嘅雜念，放低同此時此刻無關嘅想法，以及其他人曾經對你嘅評價。透過呢個過程，我哋將會除去不必要嘅負擔，從而脫離內心嘅執着。而家請你諗下，有邊一個人喺你內心深處，你覺得係需要捨棄嘅呢？又或者你嘅腦海中會浮現咗好多嘅人，有啲人可能你已經知道需要放低，但係此時此刻又覺得自己冇辦法做到。不過呢，都唔緊要，就讓我哋揀選第一個喺你腦海中飄過嘅人，透過今日嘅冥想，將佢慢慢放低。而家你可以諗下，呢一個人係幾時喺你嘅生命之中出現嘅呢？嗰陣時佢點解會出現嘅呢？咁而家嘅佢又係咪合適喺你嘅生命裏邊繼續出現呢？如果繼續保持住呢段關係，你覺得佢能唔能夠支持你或者幫助你成長呢？如果相反地放低咗佢，你覺得你嘅人生會唔會變得輕鬆同埋喜悅呢？如果你個答案係會嘅話，而家請想象呢一個人喺你面前突然變咗一嚿石頭，感受一下呢一個石頭去咗你身體邊一個位置？可能你而家會感覺到身體某一啲嘅位置會特別沉重，可能係膊頭，可能係心口。呢一種嘅沉重，其實每日都跟住你，隱隱約約令到你覺得好唔舒服，好唔自在。所以而家呢一刻，你可以想象下，或者係你真係用你嘅手，輕輕將呢一個石頭從呢一個身體嘅位置拎出嚟，然後感受一下呢一粒石頭嘅顏色，佢嘅重量，佢嘅大細。然後你想象一下，喺你面嘅前方有一片大海，你將手中嘅石頭大力咁掉進大海之中，想象下呢一個石頭已經離開咗你，而且飄得越嚟越遠。呢一刻嘅你已經唔再需要呢個石頭喺你身邊。隨住時間嘅流逝，佢會慢慢變成小碎石，然後變成灰塵，直到你永遠都唔會再見到佢為止。如果你已經完成咗之後，慢慢想象你離開呢一個沙灘，慢慢將你嘅意識帶返去你身體當中，然後俾自己3個深呼吸。
如果你感覺自己準備好嘅時候，可以慢慢擘翻大雙眼，同時呢，感覺一下呢一刻你有冇變得輕盈咗呢？如果過幾日之後你覺得你自己仲未能夠放低，你可以重複呢個練習，直至你覺得舒服為止。又或者突然之間有其他人喺你生命中出現，你覺得你需要放低，你都可以重複去做。希望今日呢個練習可以幫到大家啦。Namaste。